同窗会罔讲罔谈，文录音单字文。捌一年，高中已经出业30几冬，会记得当出业迄时阵，同学拢还有在相找，感情袂歹。所拜参加同窗会的人诚侪。后来同学随会成家立业，无用的代志变侪，自然来参加同窗会的人嘛哪来哪少，豆豆就无搁再办。哪知一人就20几冬，老同学袂手法度搁再见面，爱感谢有心的同学，免烂用社群网络找人，甲失踪无联络的同学一下一个搁 call 我来，大家才会当甲长线的缘分顶载接起来，继续办同窗会。认真讲，来到中年同窗会有一款微妙的气氛。时间和青春走熟了是因端，出业遐久，大家难免会好闲，想要看对方有变无，变成啥款。会好闲同学即马拢做啥工课，头路好无？事业敢有成就？家庭婚姻感情有美满无？囡仔生几个？有乖有够读册无？所拜日本人才甲同窗会即款放伫心内无讲出嘴的比较写作小说，甚至是拍成戏剧，毋则有假面同窗会这个题材出现。自少年到大，我就毋是迄款熬读册、熬趁钱的卡小，自认平凡，无啥物通好比。参加同窗会更加毋是为着啥趁钱的目的才去的，单纯是要去看久无见面的老同学。转来了后，无知无意，伫网络看到足侪文章去参加同窗会的文章。有人惊成就低，见笑无爱去；有人是手机急速摕伤歹，惊人笑；嘛有人是囡仔含慢，感觉写面子。理由百款，看甲我一粒头若公园的田抢海袂停，就是和同学食饭联络感情尔，哪会有遐尔侪负面想法甲比较？这个时代变甲干那注重表面，人人含伫掰袂开的比拼，有影互我错一条。加在我头壳虽梦简单，毋过无破一空，无受遐录个缩个无营养的，心肝头才无垃圾物碰碰用，才通自在和伫要30冬无见面的老同学欢喜卫生泡豆。